自己一个人在里面，你这样我会很担心的。青青，周建清，开门！周建清，遇上这么点事儿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再不开，我踹门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不就是晚点来开门吗？至于吗？青青，青青，你干嘛一直不开门啊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你刚才吃安眠药了？你才吃药了呢！那你刚才不开门？拜托，我赶稿呢。再说了，我戴着耳机没听见。你真没事儿？我真没事儿。你看，我像是那种需要被关怀的人吗？我这小心脏强大的很呢。你确定你没事儿？我确定我真没事儿。要不晚上我们出去吃火锅？吃什么火锅呀？我稿子都没弄完呢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两位大神了，赶紧回去吧啊！我都快被死线压死了。哎呀，走，哎，赶紧回去吧。青青，好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拜拜。这几天就辛苦你多看着他了。放心吧。对了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喝甜的，还喜欢重口味，越麻越辣越好。我会记得买的。还有，你得看着他点，别让他乱买东西，不然等他心情好了之后，看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，估计又该伤心了。知道了。哦，还有，你记得别让他乱喝酒，他喝完酒容易发疯，有时候还爱乱咬人。我见识过，会注意的。其实喝点酒也没什么，最起码能发泄一下。要不这2天你就让他喝点，到时候他真要犯起病来，你就得当个沙包，让他出出气。男人嘛，有的时候就得多担待点，这点小伤痛算什么？让女孩开心比什么都强。听见没？好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青青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